盡得性靈的籌碼，請怎麼說？親愛的姊妹，願您平安。就處於咱若無領受聖神，人生親像佇苦海中間咧過日子。經歷聖神的人，要佇上帝聖神的幫助中間有活潑的活命。聽道理若無聖神的幫助，基督徒半信半疑。經歷着聖神的幫助的基督徒，就死心塌地、全心全意。也這咱會當做真無共款的基督徒，是半信半疑，還是死心塌地？這甲咱甲上帝聖神的同在有關係。原來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咱所卡無的，毋是敢若聽到牧師佇聖經財帛的分享甲解說。原來咱今仔日的禮拜，每一個兄弟姊妹，咱攏甲上帝禱告，親愛聖神，求你充滿我。無聖神的活命，人生親像佇苦海中間咧著磨。有聖神甲咱撒較甜地時，咱會感覺咱凡事攏會。求天父上帝降臨佇咱的中間，用伊的聖神充滿每一個需要伊的兄弟姊妹。我嘛要鼓勵兄弟姊妹佇今仔日的禮拜，積極勇敢，咱甲親愛聖神講：親愛聖神，我需要你；親愛聖神，我需要你。我來到你的至聖所，是為着要得到你聖神的充滿。咱為着要領受聖神的充滿，一滿意，咱閣一擺謙卑動心來祈禱。至聖的聖神，你的囝兒查某囝來到你施恩座前，願期待看到你陽光的面，求你用你的面的光來看阮，用你歡喜的面來接納阮，修飾阮清潔的心，互阮內面有正直的心。親愛聖神，請你降臨，你佇什麼所在就得自由。偷放人的謠言，拄去阮心中的苦楚，互阮無閣再佇罪中拖磨。求天父上帝賞賜阮得勝的權能，佇聖神的中間自由自在。阮將今仔日的禮拜，阮所聽的當心敬拜你的兄弟姊妹，攏會當佇主你施恩座前來得到聖神的充滿。我安尼懇求祈禱，我給耶穌的聖名，阿們。每一年的五旬節聖神降臨節，咱除了咧講起一個歷史的故事，攏是閣一擺鼓勵每一個兄弟姊妹通認捌。在咱的人生中間，若無聖神的幫助，咱有孤單，咱有無夠嘅開力，咱嘛有可能有信。但是咱會講，我的心無夠額，求主幫助我。願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每一個兄弟姊妹，五旬節毋是講故事的日子，這是一個應允。所以今仔咱所讀的兩段聖經，第一段就是耶穌過活了後，伊有講出伊的應允。除了重新去解說一解，什麼叫做上帝國臨到以外，耶穌講：你著聽候，因為聖神要降臨恁。所以今仔日的啟示錄，其實是咧講起耶穌對世間人以及軍隊伊的人所講應允的話。第二段咱對到佇舊約的以賽亞11章第2節，第一個所在咧講起上帝聖神若點佇人的生命中間，人的生命會得到心中的開力。你也有講到6種的開力，咱的教會只有講這個當作咱的金句。得到智慧長命，得到記憶的能力，記到這個智慧的力，還有財帛的力量，還有就是敬畏上帝的心。所以的姊妹，咱來腳步，咱來認真，因為這個信仰不是聽道理，這個信仰是一個享受上帝同在生命的開始。
原來咱今仔日咱佇主的面前，咱知影福音是一種的財物。當你聽到好消息，你無一定已經得到好消息，但是若有聖神的幫助，這個財物會變做一種肯定的盼望的根基。所以聖神同在文書是第二個福音，伊互福音活起來。咱聽真多故事，但是這個故事無一定是咱的故事。但是若有聖神幫助，所有聖經的故事攏要變做有可能是你甲我，咱佇人生中間會通經歷的故事。那安尼，今仔日的經文對咱講什麼？舊約的聖經、新約的聖經，閣再有就是金句。牧師要甲咱通過這個聖經講三個信息。第一個信息。這個上帝是人看袂到、摸袂到，但是伊是充滿佇咱內面的上帝。但雖然看袂到伊，就親像咱看袂到空氣，但是咱逐工攏需要空氣。願天父上帝伊的聖神充滿佇咱的內底。第一，以賽亞書11章第20節講起上帝聖神的能力，甲伊同在的影響，遐這愛認真甲背起來。因為這6種的能力會徹底上影響你的信仰，也影響你在信仰中間所過生活的品質。第二，在這段聖經中間，甲咱講，除了教會的規矩，人的禮儀用水行洗禮，還有一種的洗禮是上帝親自賞賜的。當聖神灌入在咱的內底，親像春風滿面。就日出的光，哪來哪光？親像春天的雨水潤澤土地，人的生命就不再打掃。上帝聖神予一個乾旱、曠旱的土地頂端，要有可能養育出來上帝國的種子，親像一粒麥啊，結穗濟濟。第三，在今仔日聖經中間咧講起，當聖神降臨咱的時陣。人的生命要產生什麼種無同款的快樂甲改變？原來咱今仔日的禮拜，咱甲主禱講，親愛的聖神，請你來，親愛的聖神，請你來，充滿在我的生命中間。兄弟姊妹，無論你信主幾代，這個上帝是活人的上帝，不是死人的上帝。這個上帝是甲咱佇地的上帝，對今仔日到永遠。願這個聖神將伊的面光看咱，用伊歡喜的面來迎接咱。願這個聖神充滿在所有兄弟姊妹你的一生的內底。領受聖神是基督徒在信仰的旅程頂端，咱用旅程，咱來到這個世間，親像在旅行。有一日終點站來到，咱愛下車。咱換另外一班車，親像牧師幾禮拜前甲咱講一個英國的文學家伊所寫的小說《夢幻巴士》。咱換一班車，迄班車有兩線，一線通天堂，一線通到地極的所在。所聽的姊妹，願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咱領受聖神親自的洗禮。今仔牧師要邀請咱。你若有需要聖神的兄弟姊妹，咱真少做花手祈禱，但是我要邀請咱來領受。檢查佇今仔日的祈禱中間，你袂發生啥物任何代志。牧師嘛，毋是要騙魔術，我嘛無期待我甲你花手的時陣，你有發生啥物種的代志。但是我相信，兩三人組織敬虔祈禱，上帝就佇咱中間。願天父上帝今仔日親自用聖神。擱一擺，洗清咱，用伊的聖神灌入在咱的內底，互咱充滿上帝所賞賜的福音。閣我的主耶穌佇閣我迄40天，照着今仔日的啟示錄，毋是啟示錄，使徒行傳第1章，伊講佇40天的中間，伊重新講解上帝國的福音。3年敢無夠嘛？有人聽道理愛幾啊擺。直到伊真正領受聖神，迄個福音，才會當變做實實在在活潑
的信仰甲活命。若無，咱做基督徒聽真濟查經的經文，參加真濟的禮拜，無數處的感動，但是將來迄個感動毋捌真做咱影響咱生命，反轉咱生命，互咱的生命徹底上改變的一個關鍵的時刻。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甲咱講，領受聖神的洗禮是一個基督徒頂頭生的開始。獨獨只有聖神的人歡喜承認，伊得罪天，得罪地。即擺少年人有一個危機，就是常常攏講我的權益，但是信仰對頭到尾，毋是咧講權力，是咧講起機會甲救恩。願天父上帝幫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這個聖神此時此刻到永遠。攏永遠踮佇咱的內底。親愛兄弟姊妹，咱早就已經有聖神的幫助，但是每一日的幫助，每一日的幫助，攏通過祈禱。雖然聖神已經佇你的內底，佇我的內底，但是為什麼基督徒逐日都有祈禱？因為咱逐日攏需要上帝聖神不斷的充滿，伊踮佇咱的人生中間。拄只牧師一開始，我就甲咱講，無聖神的活命親像啥？佇苦海中咧行船，有聖神同在了後，真正咱會感覺無安怎無論安怎做，咱攏因為惡夢來做，無論安怎辛苦，咱攏感覺有一個祝福甲應允佇頭前咧聽候咱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。所以第一，我要甲兄弟姊妹來盡捌上帝所予咱的能力。今仔這個聖經以賽亞11章第2節，你愛認真讀，你嘛愛徹底上思考，然後你也帶你的囡仔讀，親像你咧帶你的囡仔讀箴言同款。今仔聖經咧講起耶和華的靈啦，點佇以賽亞11章第2節，其實是咧講起上帝要將伊的神放佇彌賽亞。迄個人代表的君，代表的君頭，伊咧講彌賽亞要帶來上帝的聖神的能力，就是智慧、聰明、策略能力，以及知識，佮有敬畏耶和華的靈。起頭，上帝將耶和華歸分予亞當，亞當是無靈魂的稻草人，袂使講稻草人，土角人。但是當上帝將伊的靈分佇伊的內底。頂禮拜，咱就為着要幫助咱，今仔日這個禮拜有一個較無的心。咱有講到，這個聖神是起頭上帝的神，伊將伊的氣分入佇人的中間，人活是一口氣，一口上帝氣甲咱撒甲地底。啥物叫做聖神充滿活命？兄弟姊妹，願天父上帝開咱的目睭，看到伊的榮耀。願天父上帝開咱的智慧的思考，本地咱袂當理解，但是今仔聖經講知識的靈，這個互人會當理解的這個知識的靈，來點佇咱的內底。咱讀聖經，聖經都毋是干那一種理論，都毋是干那一種思想，聖經就要成做一個活命的源頭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，既然有上帝聖神同在的人。人要成做新創造的人，所以對聖經的起頭到聖經的落尾，聖經的起頭，上帝講：人既然屬血氣，我的靈就無上長長，繼續踮佇伊的內底。但是代表講，主啊，求你無枉我收回你的聖神。兄弟姊妹，你敢知這就是一個家族的祈禱？這個家族的長輩，因的先人，因的族長。佇起頭的時陣寫着上帝所講：你若屬血氣，貪情慾，毋認我，暫時無上帝。我的聖神，我有權利將聖神收回。真多人感覺講，上帝既然若予我，伊就袂安那，袂凊彩收回。可惜，這叫做誤用上帝的恩典。求天父上帝憐憫幫助咱，佇今仔日的禮拜。上帝賞賜咱智慧的靈，記載佇以賽亞第一個這個信息。以賽亞11章伊講到智慧、聰明、
記憶、能力、財物，閣有敬畏耶和華的靈。這6項對咱的人生中間真重要，因為當上帝聖神來充滿咱的時候，迄是能力，迄是活命，無可再出入勉強。真濟人信基督教，真濟人跟對耶穌，骹步沉重，對甲用要對袂着，為什麼？因為咱用咱的魂來對，咱無用咱的靈對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咱若有上帝聖神的幫襯，咱佇真濟的主張，會甲這個社會無共款。最近的查經，牧師整理到一段的資料，有一個作者咧講起聖經是一個文典，伊佇迄個中間講出一個分別。伊講，這個世間有真濟智慧的人，咱稱伊叫做博士，伊毋是東方的三個博士，伊叫做 PhD。這個博士因所講的話是科學，是哲學，但是這個解說聖經的信仰的長輩講，哲學毋是神學，哲學毋是信仰，上帝的話超過人的智慧，超過這個世間人的主張。伊講哲學是人的主張，神學是上帝的真理。兄弟姊妹，放佇你的心來想這句話。咱佇細漢到大漢，咱聽偌濟這個世間似是而非的道理。願天父上帝在今仔日，到咱一生的路尾，互咱因為上帝智慧的靈、聰明的靈，咱有正確的理解的能力，有正確選擇的能力，閣有佇咱一生的艱難困苦中間，咱有策略、有記憶、有能力。在這個世間有兩種人，一種人有能力通解決問題，但是另外一種人就是無能力通解決問題。兄弟姊妹，願主耶穌基督國外的活命，以及伊的聖神，甲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同在，也甲你的囡仔同在，互咱的家族、互咱的教會真濟有能力解決問題的家庭。阿們嘛。願天父上帝話親自對咱講，願上帝不但對咱講話，閣賞賜伊對天人來，起頭有道，道甲上帝三甲地底。佇混沌天地也未創造的時候，上帝靈運行佇水面。上帝講：要有天就有天，要有地就有地。這句話什麼意思？上帝要互天地中間，因為伊的話來有特殊。因為起頭混沌無明，願咱的人生是一個清楚、有特殊、有上帝的真理，為着伊的名帶咱行去的路。願咱佇主的面前，佇6項的特質的中間，最後一項講，伊就要有敬畏耶和華的靈，伊嘛要用也敬畏耶和華做伊的歡喜。第3節。伊講，因為伊要掠敬畏上帝，做伊一生中間上重要的代志。兄弟姊妹，拜六暗唔通熬夜，拜六暗嘛減少應酬。因為真濟時陣，人家拜六暗，咱甲朋友吃大餐，減在紅酒一杯閣一杯，到禮拜頭早咱就爬袂起來啊！兄弟姊妹，迄個時陣唔通閣再捧紅酒的杯啊！佇電視頂觀看直播的禮拜啊，牧師毋是咧甲恁講破道的話，開玩笑的話。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。伊講，獨獨敬畏耶和華的靈，敬畏耶和華的人，伊無要憑眼見、憑耳聞來論斷。兄弟姊妹，耳聞論斷，風聲表面的。有當時判斷攏是錯誤，真濟時陣，咱對表面的表象，咱會受到錯誤的誤導。但是今日聖經講，敬畏耶和華的靈，要互人不憑眼見，不聽耳聞，是真正對伊的內面有一個會當監察、參透、看清楚的智慧，何等的了不起！
親愛兄弟姊妹，就算說咱無讀真高等的學位，然後上帝靈佇咱的內底，咱無容易互人欺騙。求天父上帝佇咱中間。第二，咱甲主禱告，主求你用你的聖心甲我行洗禮。我已經信主久久啊，但是今仔日每一個禮拜，主你的聖心攏甲我洗身軀，互我內面有清潔的心，互我內面有正直的心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，開車吼，你寒冬路若鎖掉咧。你永遠開袂到你要去的所在，對不？迄個寒冬路是需要安怎？不斷的因為你的道路有一個調整的動作，人生的道路嘛是安尼，咱需要有上帝聖心放佇咱的手中，修正咱的主張，互咱會當行佇上帝所歡喜真理的道路頂懸，求聖心甲咱三合地帶。這個聖心咱雖然看袂到，但是一旦伊進入你的活命內底，你會知影，你的生命無同款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已經領受聖心，你嘛知這聖心佇你的內底嗎？我捌問上帝講，上帝為什麼伊有我無？意思是講，我兄弟姊妹佇教會禮拜內底有聖靈充滿，啊，我做牧師的人，我較無。上帝無對我講話，但是伊予我一個感覺。伊講佇你少年的時陣，你捌為着你的人生，甲我祈禱，再給我一個機會。上帝講對迄個時陣開始，我的聖心從來都無離開你。你一路行來，人生到今仔日，每一個選擇，每一個關鍵的時刻，迄攏毋是你的決定，是我甲你三合地帶。我甲上帝講，上帝我知啊，原來聖心是不知不覺當中聖心的最高。所以兄弟姊妹，願這個聖心，你的聖心甲我的聖心是同一個，阿們嗎？願你的聖心嘛是我的聖心，因為咱是一神一主一靈。願天父上帝佇咱的教會中間，互咱眾人攏明白。聖心是什麼種的上帝？伫今仔日耶穌親自所講的話，伊講耶穌釘十字架死了後，閣活受害了後，伊用真多的證據，伊出現佇全眾人的內底，幾啊擺，佇迄個中間印來表明講，伊毋是死人的耶穌，伊是閣活的基督。伊毋是死佇十字架頂懸的耶穌，伊是一個閣活的基督。今仔聖經講，伊活我顯明，伊是我的耶穌，而且伊甲伊的學生一擺閣一擺，閣再講福音的信息，互伊的學生聽。兄弟姊妹，願這個閣活主耶穌，甲咱三合地帶，將伊的靈，放佇咱中間。耶穌講，恁都要安靜聽候。聖心要降臨佇恁的中間。聖心來，聖經記載講，親像賊，你毋知影什麼時陣，袂使用賊來看見聖心。伊的意思就是，迄個時間若臨到的時陣，有時你根本嘛毋知，毋知有兩個可能，一種就是你享受了後，你也毋知上帝是甲你祝福的上帝；一種就是咱錯失掠條機會，迄個穩定。求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，耶穌講，閣活主耶穌也未到50歲的時陣，其實耶穌已經將聖心放佇伊的學生的內底，只不過伊的學生是還沒有內化，迄個聖心有入伊的內面，但是也未開始有能力通醫病趕鬼，講方言。講做迄個宣教的語言，方言其實就是宣教的語言，因為聖經講伊是無同款的國家的腔口，不同的語言，所以當因佇耶路撒冷講起無同款的語言開始講方言了後，對全世界各所在來的人，
因通過無同款的語言，因聽到福音，所以方言是安尼。耶穌講：你領受聖神。親愛的姊妹，咱今仔日所有參加禮拜兄弟姊妹，咱攏講主，我需要聖神。今天要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，互咱明白，聖神是上帝主動互咱的。當咱也未開始活命開始，迄個亞當，上帝主動將伊的開本就伊內底，猶閣佇行行的中間，戇野看到過耶穌過我，親像看到魔神啊！伊講敢是你？耶穌講毋免驚，是我。耶穌的主動，上帝主動，上帝作為對古早到今仔日，攏是伊主動，伊主動來到敵擋。伊主動地帶敵擋中間，喚起咱的時代古早第一代的敵擋，咱的兄弟。後來因對原道得了福音，認捌福音了後，伊就決定要佇敵擋這個所在起禮拜堂。經過20年，才起一間禮拜堂。上帝所有的作為，攏是伊主動的。兄弟姊妹，6分，我閣講一擺，你我攏有份。那願意的人。我願意的人，咱攏有份佇這個聖神的充滿所帶來的影響，會要互你無同款。脫胎換骨，兄弟姊妹，脫胎換骨最好講，但是無容易做。真濟人信基督、信耶穌了後，無一定真正脫胎換骨，又保留一寡伊的祖先，又保留一寡伊的主張。我講保留祖先的意思，就是講原生家庭所留落遐影響。我毋是咧講迄個佇迄神明廳內底的神主牌啊，毋是。咱信耶穌了後，有真濟主張，有可能過去的咱，甲今仔日的咱，也未完全當大人。求天父上帝以聖事聖真，互咱有清潔的心，有正直的心。做真正的基督徒，我頂擺講到了後，包括劉玉敏的款。有人伊講，牧師有問咱講，基督教的做人的標準應該要關過這個世間的標準，恁感覺對毋對？咱攏毋敢講，因為咱都無能力通講，我一定會當比這個社會的標準較懸。信一回事，做又閣另外一回事。但是若有主的聖神甲咱三角地帶，伊將清潔的心、正直的心放佇咱的內面。咱就有意識到，在迄個危險的時刻，咱該咧引誘講 no， 該咧試探講 no。所以有一個心理學講，關鍵的3秒鐘，你若看到一個色情的圖片走過，你目睭馬上走，你有的人是對伊咧走，因為咱要好奇講，到底迄個影片到底最後的結局是啥物？咱若看到無好，咱知影無好。3秒鐘、2秒鐘的原則就當下眼睛就遠離虛假。聖神的功能就是安尼，這就是保守一個會有聖神的感動，目睭注神軍隊上帝基督徒，伊佇關鍵的時刻頂關，軍隊聖神得到開展，主幫助咱甲咱的囡仔。最後要甲兄弟姊妹講，伸出咱的手領受，望咱的心祈禱。看咱的頭殼祈禱，主改變我的心思意念，主你賞賜我健康的情緒，互我的心內無受攪擾。主的靈佇什麼所在，什麼所在就得自由。咱無有迄個無法脾氣的自由，你同意嗎？當咱若拄着不如意的代志吼，真濟人有的人較慢慢受氣，較有修養，但是有的人馬上安那拼出來啊啦，吼。兄弟姊妹，這是人啊，咱不容易，因為是咱的情緒是不容易受控。但兄弟姊妹，靈性是可以成長的，你相信嗎？人的靈，人的性，人的靈命，頂禮拜牧師甲咱分享的就是講有靈命的生命。然後上帝聖神踮佇咱的內底，咱要無共款。今仔日的金句。聖神是上帝通過主耶穌基督
大大降落在恁的中間，這是白話字、羅馬字的翻譯。聖神是上帝通過主耶穌基督的性命，以賞賜世間人，伊講大大的降落，大大的降落，迄什麼意思？親像飛機降落嗎？其實和合本的翻譯是講澆灌，澆灌在我們的心裡，就像落雨，親像落雨。上帝聖神親像雨水，親像活水江河，親像春天的風，親像日出的光。主的光照入咱的生命中間，咱的目睭就不過在佇黑暗中看未清楚。咱所徛起的情景，求天父上帝幫助咱。聖神的灌錄什麼意思？咱講主啊，需要你的時，上帝就進入咱的中間。主啊，我需要你的時，上帝就降臨在咱中。所以聖神灌錄有4項，伫今仔日牧師要甲咱講，聖神的灌錄，伊最重要就是上帝的降臨。伊最重要的講就是上帝對天降臨在咱中間。聖神的降臨就是上帝進入你的生命中。耶穌講，上帝國臨到佇地裡，親像佇天裡。上帝臨在，上帝臨在這間教會，這間教會牧師若較甚至震撼萬講到上帝伊的聖神嘛，家己會做工，你相信嗎？如果一個牧師是真有口才，但是若無敬畏聖神，伊的講道有時會讓人感覺真困擾，食之無味，棄之可惜。兄弟姊妹，聖神降臨等於上帝家己親自降臨。上帝降臨在聖經中間有真多經文的描寫，伊講親像日出的光，伊講親像耶穌基督的疼，大大的澆灌在我的內心當中，被愛的感覺。聖經充滿一個人，一個基督徒，伊知影。伊心內不過再感覺孤單，上帝用伊的疼充滿在伊的內底，伊對迄個陣開始全心全意，因為安那，伊看到耶穌。願天父上帝在這個神聖的時刻，想述兄弟姊妹，當上帝降臨一個人的內心的時陣，伊最重要的一個工作，就是內面這個人，伊愛同意上帝講，上帝。對永遠到永遠，你是我的上帝。你心內愛歡喜講，主啊，請你來，願你的旨意得成，在我的生命中間，親像在天裡。這叫做內化。上帝祝福進入你的生命中間，你甲上帝講，上帝，我將我一生的主張，攏交在你的手中。兄弟姊妹。牧師唔知影你的主張是什麼，人人攏有主張，但是兄弟姊妹，為着今仔日聖神降臨這個緣故，你擱一擺問你家己，在我的一生的中間，我有什麼主張？上帝願你的旨意，願你的主張，加做我的祝福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不是鐵學，是神學。鐵學是人的主張，神學是什麼？神學是咧講起上帝所講的話，上帝的主張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。願主耶穌教咱的祈禱講：願你的國臨到，在我的內面，親像在天裡。願天父上帝教咱撒下地地。當上帝國臨到在咱的心內，人的生命中間就有一個足清楚的，叫做神聖的良知。上帝在你的內底，你看任何影片，拄才牧師咧形容迄個講，伊剎那有一個短片照過，短語音照過，你若感覺起來無好，你袂要追根到底去甲伊答，了甲伊對伊行，你會馬上甲伊閃過，因為這一個時刻。不是我應該要予伊引誘，求天父上帝伊將伊的國，佮我的主耶穌用40天的中間，佮繼續佇伊的學生的面前講上帝講，願天父上帝伊今仔日
伊不但對咱講上帝個福音，伊將伊的國度就是平安甲喜樂，上帝的國放佇你的家庭，互你的家庭幸福，互你的家庭無亂糟糟。毋是干那佇你的家庭，每一個咱當信耶穌的兄弟，無論是老人囡仔，願主的國度甲咱三合佇地，咱有平安甲喜樂。閣有就是生命的氣力。耶穌講：我是葡萄樹，恁是葡萄枝，有無？葡萄樹甲葡萄枝，迄個譬如是咧講起，若無關係，迄個生命的力量若無接通。迄個好事講永遠是無水的，咱要灌要壓花。迄個好事講一定愛開去水龍頭，迄個源頭一定愛開。迄個好事講水才會出來。親愛的姊妹，聖神的充滿的意思就是重新將我們的生命連接在恩典的泉源，將咱的生命擱一擺連接佇穩定甲活命的起源起頭。願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佇地，佇今仔日的禮拜，咱來祈禱，咱甲主講，求你的聖神充滿我。至聖的聖神，請你來，願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邀請你，懇求你。阮知影你早已經佇阮的中間。親愛的聖神，開阮的目睭，互阮看見你的榮耀的面。親愛的聖神，互阮的心，互阮的心跳，甲你一同心跳。親愛的聖神，請你來，這是阮的祈禱，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尊名求，阿們。